接下落嚟咧，繼續請咗呢一位演員咧，犀利啦！如果要數佢嘅威水史咧，幾頁紙都數唔晒。咁咧，講佢一兩個威水史啦啊！呢一位演員咧，嚟自我哋香港嘅一位演員，佢咧係國際愛心女神親善大使，同時咧亦係龍霞旗袍會創會主席。華語樂壇璀璨明珠嘅香港經典歌后，好，接下落嚟，我哋請出嚟自我哋大灣區香港嘅演員龍佩霞小姐閃亮登場，掌聲有請。大家好，多謝啊！今日之夜傑哥，多謝，好榮幸，好開心嚟到呢度。各位領導、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我叫來自中國香港，我姓龍，龍同個龍，佩服個佩，夏天嗰夏，送俾大家一首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，有請 DJ 大聲少少音樂。好啊，送多一首俾大家，我只在乎你們，好嘛 ？OK， 有請 DJ。我在背后找你哪
再次多謝晒我哋大灣區，我哋嘅香港演員，我哋龍小姐，多謝晒。